大家好，我係 H，喺國際金融機構工作超過20年。如果你想知道一個專業前投行策略師點樣運用多年嘅經驗去操作全球股票，我誠邀你加入我哋嘅 Trend Finder Patreon，點樣用量化系統幫大家建構一個可以長期跑贏大市嘅個人投資組合。喺正式開始之前，請大家留意本影片內容，純屬資訊同教學用途，示範分析邏輯。本人並非證監會持牌人士，不構成任何投資邀請或建議。投資涉及風險，請自行尋求獨立專業意見。大約喺舊年11月，當美光代號 MU 嘅股價仲係低過300美金嗰陣，我已經公開講過呢隻股票喺2026年某個時間點一定會衝破1000美金。喺當時，全市場根本冇人信，好多分析師都覺得我癡人說夢話。但去到今日，美光嘅行情完全印證咗我當初嘅預測。目前股價已經突破咗1134美金，仲要繼續破頂。我今日重新提翻呢件事，絕對唔係想自我吹捧領功勞，而係因為美光升到嚟呢個位，引申出一個依家最核心所有投資者都想知嘅問題：美光係咪已經升過頭？星期三即將公佈嘅財報就係我哋揾答案嘅地方。喺依家呢個高位，財報數據只要有任何少少風吹草動，或者被市場解讀為增長放慢，即刻就會變成大戶獲利回吐、斬倉嘅藉口。呢個就係我哋即將面對嘅真實市場環境。點解當初市場共識會完美錯過呢波大行情？原因好直接，因為過去20年，班分析師一直用周期性交易嘅舊思維去睇美光，低位買入，高位賣出，見頂換股。所以當股價喺300蚊嗰陣呢，個個都唔敢追。但係我當時好明確咁講過，呢次唔再係普通嘅周期性上升，而係一場結構性價值嘅重新評估。點解結構性重新評估咁重要？因為如果係普通周期上升，市場只會俾好低嘅市盈率，因為大家知好景不長。但係當美光從周期性波動轉入去一個持續供不應求、利潤瘋狂擴張嘅環境，例如 DRAM 價格年增率達115%，NAND 價格差唔多 double， 毛利率升到好似印銀紙咁，市場就會停止俾佢周期性折讓，轉移俾佢結構性成長嘅高 PE。呢個就係所謂嘅市盈率擴張。喺估值擴張加埋盈利爆發嘅雙重引擎驅動下，美光先可以由300蚊一路飆升到1100蚊以上。不過依家華爾街班大佬終於醒啦，大部分機構都跟風轉口風睇好美光。但係我咁同大家講呢，最賺錢最具有不對稱性嘅投資機會呢，係當初大家都當佢係垃圾股價喺低谷嗰陣，嗰個黃金對話窗口依家已經正式關閉。依家嘅問題係下一個章節會點行，而星期三嘅財報就係第一個考驗。星期三美光呢份財報可以話係呢個季度科技股入邊最有影響力嘅報告之一。佢唔單止影響美光股東，仲會直接決定4月以來成個 AI 硬件板塊嘅牛市續航力。如果美光俾出超強嘅指引， AI 牛市繼續跳舞；如果數據有任何疲軟，成條半導體供應鏈都要一齊跟跌。我哋先嚟睇下市場目前嘅預期。依家市場已經預期美光會交出一份超預期嘅成績表，分析師預估嘅數據比美光官方之前俾嘅指引高出13%甚至18%。各位觀眾，呢個係一個超高嘅門檻。股價喺財報前升定咁多，代表咩？代表利好消息已經反映晒。如果出嚟嘅財報只係符合預期，股價未必升得喐。但只要有任何一項指標稍微不如預期，就會引發恐怖嘅拋售。大家唔好唔記得博通之前嘅教訓。博通業績其實好好，但係就係因為訂製晶片營收出現咗少少時間延期，導致下季嘅指標低過預期少少，結果財報之後股價即刻暴跌咗20%。美光依家正處於呢種容錯率極低嘅高危位。要理解美光依家嘅賺錢能力，大家一定要明白一點：美光依家發大財完全係靠起價，而唔係靠賣多咗貨。上個季度嘅數據講得清清楚楚， DRAM 出貨量按季只係升咗7%到9%，但 DRAM 嘅價格爆升咗65%。NAND 出貨量只係微升，但成個板塊82%嘅營收增長入邊有75%
係靠加價貢獻嘅。再睇按年對比 ，DRAM 出貨量升40%，價格升115%；NAND 出貨量升30%，價格 double。呢個就係典型嘅短缺經濟學。美光瘋狂加價，因為個市橫掂都吞得落。我唔係批評美光，呢個係事實。但係呢個事實話俾我哋聽，星期三睇財報嘅時候，我哋唔係睇佢賣咗幾多粒晶片，而係要問平均售價到底可唔可以維持強勢，定係已經開始見頂，有鬆動嘅跡象。我哋再拆解下美光嘅4大終端市場，其實表現好兩極化。一、超大規模雲端運算同數據中心，呢個係核心金蛋。用喺 AI 加速器嘅高頻寬記憶體同埋雲端企業級 DRAM 需求結構性強勁，各大雲端巨頭嘅資本支出暫時未見縮減。二、傳統數據中心同儲存表現穩健，健康增長，但缺乏爆發力。三、手機同消費性電子出現衰退，出貨量下滑，目前全靠 AI 個名頂住。四、汽車同工業應用同樣衰退，反映出整體宏觀經濟疲弱。結論好明顯，美光依家基本上係一隻靠雙腳行路嘅股票 ，AI 加數據中心，其餘業務只係維持現狀。只要 AI 泡沫未爆，咁樣就冇問題。但亦代表佢嘅風險高度集中喺單一需求上面。講完短期，我哋講下估值。喺$1134呢個位，美光貴唔貴？如果睇前瞻性預測，市場預期今年底每股盈利接近$59，前瞻 PE 其實只有大約19倍。對於一間未來4年預期 EPS 年增長率有18%嘅公司嚟講，佢嘅 PEG 接近1.0。老實講，以佢嘅增長速度嚟講，一啲都唔貴，甚至可以話幾抵。瑞銀甚至將目標價睇到$2500。如果呢個定價環境可以維持到2027年，而美光產能擴張又順利，呢個目標絕對唔係瘋狂。但喺去到呢個目標之前，中間嘅波動會大到你嘔，因為喺腦海深處，我哋一定要記住一個中期風險。當供應最終追上需求嘅時候，會發生咩事？美光依家有3大產能擴充計劃，預計喺2027年到2028年陸續投產，包括愛達荷州波伊西嘅晶圓廠、新加坡嘅 XBM 封裝擴產等等。但係與此同時 ，AI 嘅代幣消耗量增長率已經開始放緩，由舊年嘅50倍增長放緩到依家嘅6到7倍。Meta 同微軟都諗緊辦法減少不必要嘅 token 消耗。當2027年供應大增，遇上 AI 需求進入平台期，定價環境會點？會即刻逆轉？當然呢個係2027年先要頭痛嘅問題，唔係今個禮拜3嘅事。但係明知呢個週期發展，先至係賺大錢、識得喺高位離場嘅專業交易員，同一味盲目長揸到乾倉嘅散戶之間嘅分別。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星期三睇美光財報嘅5大觀察指標，大家記得抄低：一、平均銷售價格 DRAM、NAND 售價只要按季持平或者放緩，即刻視為危險信號；二、未來指引下一季官方指引，只要低過華爾街預期，就算今季賺幾多都要走；三、HBM 營收細項，留意利潤最高嘅 HBM 產能定價同客戶集中度評價；四、營業利益率，睇下加價賺到嘅錢有冇被成本通脹蠶食；五、管理層對供應端嘅評論，留意佢哋有冇提早釋放產能增加、供需平衡嘅口風。美光係一間基本面好強、執行力極高嘅好公司，依家19倍前瞻 PE 一啲都唔泡沫。目前嘅風險從來唔係美光呢間公司好唔好，而係市場對佢嘅預期實在太高，同埋週期嚟到咩位置。如果你係已經有貨嘅朋友，請清楚知道自己買緊咩，心理上要做好應對兩種極端波動嘅準備。如果你仲喺條街度睇緊未入場嘅朋友，無論星期三財報出完之後股價升定跌，佢好大機會都會為你提供一個比今日更加好、風險回報比更加靚嘅入場點。今日嘅深度分析去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理性思考，記得撳個 like 分享俾朋友，同埋 subscribe 我哋 Trend Finder 嘅頻道。歡迎 scan QR code 加入我哋 Trend Finder Patreon。我係 H，我哋下一條片見。